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我是顾哥，欢迎收看3月6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电新闻。日前礼拜连续假期，虽然室内景点受到疫情影响，不过台南的户外风景区参观人次却变得相当不少。嘛，和市府结合婚纱产业甲饭店相关的业者，进一步推出户外婚礼，同时加码送出12项的嫁妆，希望和新人在办理婚姻大事同时，兼顾防疫并观光。一对新人来到柳营江南度假村的户外游泳池，享受优美畅快的气氛。因就是以户外婚礼要来完成因的终身大事，并邀请市长吴伟霆担任证婚人，祝福因白头偕老，场面相当浪漫喜气。开始面对疫情的冲击，影响室内婚礼甲宴客意愿，所以嘛，互因选择以户外婚礼结合饭店甲餐饮的形式。户外婚礼的话，会比较通风什么的，就是比较没有什么传染病的疑虑之类的。对，而且场地布置的话，如果场地选得好，在户外也不用什么特别的布置。对，所以其实还不错，而且就比较空旷，对啊，场地比较好设置。室内婚礼就比较就是没有办法很多变，可是户外婚礼就是有很多风景，然后也有很多地方可以选择。对此，市长除了欢喜替因证婚，嘛强调已经请观光旅局整理大台南20间有办户外婚礼业者，只要新人向市府提出申请，经绝对报名成功的，会当得到甲去年上林志玲同款的12项嫁妆贺礼，借此鼓励新人行出户外。推广我们台南市的户外婚礼的场所。那其实，在防疫期间，大家都对于室内集会是多所顾忌。那现在有许多都忘了，许多台南市有非常好的地方能够成为户外婚礼场所。台南市总共各大饭店总共有20-30个地方可以提供户外结婚的地方，所以婚礼餐宴以及住宿一应俱全。所以欢迎大家一起来台南。那不要因为这个防疫就忘了结婚哦，所以很希望说借着这个机会，让台南的优质的这个婚礼，还有户外结婚的场所，还有住宿，还有餐饮都能够呈现在国人面前，让大家可以知道台南好吃好玩好结婚。各式各样哦，在全台南哦，我们盘点了大概近20处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可以适合办户外婚礼的一个场所哦。在我们黄伟哲市长的一个指示之下哦，其实我们也跟业者们也都有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沟通哦，希望未来大家来台南可以得到最好的户外婚礼的一个服务。所以我们今天呢，也把我们台南所有的婚纱业者我们也把它拉进来。那特别呢，有好几个业者，他们联合起来，也给予我们一个很特别的打到骨折的优惠哦，就是你只要来台南办户外婚礼，都不用让你担心。台南的观光产业为了对抗疫情，将婚纱产业结合饭店、休闲农场扩大到风景区等等，就是要宣示甲业者做伙防疫并观光的决心。台南新闻军集合侨邦采访报道。因为武汉肺炎的关系，内政部长徐国勇突然宣布暂时取消全国性的酒测，但引起各界未少批评。市长上午也强调，酒后未当开车的大原则，同时宣示酒测的执法同款处理，并无假期。为了避免疫情传染扩散，内政部长徐国勇5号向强宣布暂时取消全国性的酒测，对此引发社会议论纷纷。对此，市长吴伟霆6号上午在宣传户外婚礼并观光的同时，嘛强调酒后开车的执法照常严格处理，希望民众唔通心存侥幸，强调酒后就无开车。对于酒驾的部分我想防疫很重要，取缔酒驾也很重要，一样都是影响公共的事情。不过，因为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染，其实已经这个对台湾的所谓的社会秩序，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染已经对台湾的社会秩序
以及公共安全还有经济发展造成重大影响。那么酒驾当然也是公共影响的议题，所以我们在防疫期间酒驾的取缔还是不打折的哈。那中央徐部长只是说全国性的酒驾大执法哈，我们没有同步执行。但是地区性的，我们台南市还是不会放松，还是一样的对于这个酒驾会严加取缔。所以想要酒驾的人，请不要心存侥幸；所以想要喝酒的人，请一定不要开车。这点原则是不变的，做法也是不变的。原本阁想讲酒后开车，敢是当放大伫路顶拍走，也个免惊被抓。毋过市长黄伟哲已经宣誓，该处地也是爱处地，未受到疫情影响。而且6号上午，行政院长苏贞昌嘛强调，酒后开车无法度拥稳，无论中央地方拢无拍折。台南新闻管制何乔邦采访报道。武汉肺炎疫情都来影响观光旅游，其实对着特产品的销售嘛一定程度的冲击。市府农业局为了替台南有一个特产加工品来行销，嘛邀请市长黄伟哲来代言，希望好民众吃出健康，吃出保护力。受到疫情影响，降低民众出外消费自餐的意愿，无形当中嘛影响特产品的销售。不过现场所摆伫会议室，拢是由农业局所精选的台南特产加工品，主要是业者用心自产自销，嘛拢真有特色，一定爱甲民众分享。即摆因应疫情，伊嘛开发小包装，透过网络甲电话等方式预订，随时拢会当方便来食。现在疫情冲击，就是一般消费者就比较不出门嘛。那我们也是希望说，这样针对疫情，让更多的消费者有更多的选项。那我们就是把那个原来的水陆容机、全机的，就是把它做成那个方便料理的那种即时的，一人或2人份，方便，加热就可以吃，还有可以保健身体，又可以调养我们身体的一个好东西。为替所有台南优质的产品宣传，市长再次带领代言人以试食推荐，敢若看得做营养、做疗愈的美食，鼓励民众都来养成好的卫生习惯，透过食补嘛来提升保护力。在防疫期间，大家要怎么样吃出健康？吃出健康的话，自然免疫力的增强。要不然，这是第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防疫的时候期间，心情已经有够不足了。如果吃到美食的话，心情也许会好一点。所以我们的这个防疫餐是身心都有补的。第一个补身，第二个补心，可以让这个各位好朋友，不管来台南的，或者是我们原先我们自己的市民朋友们，都能够品尝非常好的这个芳香扑鼻的这个可以吃得头好壮壮的我们美食经典美食。规工无闲走动的民众，其实伫厝地当轻松购买安心食，同时用行动来支持台南优质的特产品。台南新闻管制张硕维采访报道。为了对抗肺炎病毒，市府教育局持续努力在校园的防疫，嘛带动嘉尼特教育基金会共同来响应，因提供了学校上届需要的空气清净机甲额温枪。6号上午，市长黄伟哲嘛亲自出席关键典礼，表达感谢。武汉肺炎疫情持续扩大，加上现在学生已经开学，嘛互市府持续伫防疫做出努力，同时暂停户外甲校庭活动。对此，嘉尼特教育基金会特别将原本举办大型活动的经费，摕来捐赠防疫物资。提供50台空气清净机加额温枪，予台南市19间国小甲幼稚园。6号上午举办捐赠仪式，市长黄伟哲嘛亲自出席，表达感谢。我们嘉尼特教育基金会呢，就是要响应我们黄市长这个拉高层级的这个防疫政策，所以我们呢在短时间呢，募集到了这些防疫的设备。我们希望呢，也可以起到这个抛砖引玉的这个功能，也引起社会大众对于这个校园学童安全，这个安全的健康跟安全，我们也希望能够配合政府做到这个校园的这个防疫的零缺口的防疫把关。非常高兴来到盐水地头港国小来参加嘉尼特基金会来捐赠给我们台南市19所小学，还有1所幼儿园，这个总共50台
这个空气清净机还有20台额温枪。这个部分其实坦白讲，第一个非常感谢加尼特基金会有这个爱心，对社会以及对我们学童他们的一个就学的安全提供多一层的保障。第二个，也谢谢大家对于防疫工作的一个用心。所以不仅是量额温，不仅是希望空气更清净，也希望说大家能够常洗手，避免这个不必要的接触，让防疫工作做得更彻底。第三，这个防疫工作需要很多人力物力上的齐心协力。那加尼特基金会这样的一个善行义举，增加了防疫的战力，也增加大家对于防疫工作的信心，更实质上的帮助了我们的小朋友，让他们有更好的一个能够在更好、更安全的环境底下学习。这一点是非常感谢加尼特基金会所有的各位同仁，以及我们庄董事长大家的一个用心。那也希望说借着这个器材的充实，能够让这个防疫工作更臻完善。这摆关键的物资，除了现在对抗武汉肺炎以外，未来嘛当对抗流感加感冒病毒。基金会期待透过这款的关键，达到抛砖引玉效果，互更较侪单位共同来守护学生的健康。台南新闻古博义采访报道。为了秉行大台南法典所提城乡茶区，市府积极来推动中性野区的市内中划。现在该工程正式来完工，6号下晡市长吴伟霆嘛亲自出席启动仪式，期待透过中原区的开发，带动新野发展。这个空跨公园是现在新野地区上新的开放空间，是由原本的中性野区重新规划，除了有效利用土地以外，并且具有环境保育功能。这个园区上大特色就是保留大部分的树仔，同时以影响环境上低开发方式，并且设立大型的地风池。这个中华区嘛，伫6号下晡正式举办启用典礼，现场邀请表演团体演出园区会出现的焦虑，吸引民众眼光。市长吴伟霆嘛期待透过这个中华区，吸引更较侪民众来到新营，带动整个开发发展。经过了500多天，已经现在完成了。我们很期待，也很高兴，很希望市民朋友能够好好利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有包括住宅区，还有公共设施。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公共社区完善，而且兼具防洪的功能。那可以成为市民游憩的新亮点，也可以成为将来新营地方的地区这个置产宜居的一个新地区。我们很期待这个新营强盛营区能够重新带动，成为新营发展的新引擎，也能够让大新营区民众这个地方能够好好在这个地方能够有更多人搬进来，有更多的土地卖出去，有更多的房子盖起来，能够重新让新营更繁荣。这中华区嘛规划主体区、商业加文教区，等待整个发展完成，串联周边的铁路文化景观，将成为溪北地区重要建设焦点。台南新闻古博义采访报道。先听闻一个马上回来新闻现场。预防肠病毒，常常我们会教小朋友湿拖冲捧擦，其实现在也是一样。正确的洗手方法是用水弄湿之后，手背要搓一下，把所有的可能沾染这个病菌的地方，或者是飞沫的地方，或者病毒的地方，都要搓干净。接下来把手洗干净，洗完之后呢，这个水龙头也要冲一冲。接下来把手擦干净。噔噔。大家好，我是卫生福利部部长陈时中。中国武汉肺炎疫情持续扩大，如果你的亲友从中国回来，请提醒他们，返国14天内有发烧、咳嗽、呼吸急促等症状，请拨打1922防疫专线，提醒国人注意防疫资讯，避免前往有疫情的地区。请大家勤洗手，有症状戴口罩，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跟我们一起走进阅读森林吧！我们将阅读分成6大主题。首先邀请到新时代作家杨富敏、江娥、李炳书、阿春爸、IG 作家，来到台南爱读册节目中与您见面。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
你刚从中国大陆回来吗？特别是武汉地区，提醒您，入境如有发烧、咳嗽或呼吸急促等症状，请向机场或港口检疫人员报到。入境14天内如有出现类似症状，请立即拨打1922防疫专线，我们将有专人协助您。就医时务必告知您的旅游史、接触史、职业别及有无群聚现象。勤洗手，咳嗽戴口罩，保护你我健康。葫芦生产对产前到产后有一定的风险，所以吉米病为了打造上界安全的生产环境，该妇产部对生产进前的高产处超音波，会当判定婴仔有无正常，提出做出预防治疗，以及到生产当中防止大出血等等，推出一条龙的专业服务。根据卫福部的统计，2018年台湾的产妇死亡率每10万名的活产会有12.2人，是10年来数字上悬。其中死因占大部分是因为出血。对此，吉米医学中心为了打造孕产妇上安全的病院，特别推出专业的服务，对产前的检查到生产过程防止大出血，以及产后的关怀照护等一条龙的服务。我想奇美医院是最安全的医院，然后，那以一个妇产科的医师来说的，一个妇产的医院来说的话，我们是全方位的照顾病人，因为生产最重要的就是安全，就是胎儿要安全，妈妈要安全。那奇美医院从怀孕产前高程度，就是高度4D 的超音波，然后到产中，妈妈如果大出血的时候，奇美医院可以为你做最完整、最安全的处理，不需要开刀，帮你做血管栓塞。到你产后如果有产后忧郁的时候，我们知道产妇因为忧郁产后然后出事的病人其实也不少，所以我们在奇美医院的话，可以从产前胎儿的照顾、生产的时候生产的风险，到产后妈妈心理的评估，做全方位的照顾。那我想目前在中南部大概也没有办法，也没有其他的医院可以做到像奇美一样，从胎儿到妈妈，从生理到心理，给胎儿跟妈妈做最全方位的守护。其中，伫个产检的过程，吉米医学中心妇产部嘛建议，至少应该接受一间的高层次超音波的检查，不但会用个事先了解胎儿是毋是有顾养，而且嘛用个早期来拟定治疗的方针。高层次超音波的目的呢，是为了筛检胎儿的结构异常，这相信一定是所有准爸妈最关心的问题。那高层次超音波它的需求其实跟一般产检超音波是不一样的。第一个，它要高解析度；第二个，它做的人要经验丰富，那他才可以分辨哪些是正常的，哪些是有异常的问题。再来呢，那我们后续就发现这异常之后要怎么处理，要如何转介，那这个也是需要背后的一些医疗资源。所以呢，这个高层次超音波，其实目前我们医院是建议每个孕产妇大概在周数20到22周，也就是孕期中期的时候，都应该接受一次高层次超音波。那目的是筛检胎儿的结构异常。根据吉米妇产部胎儿超音波的统计，伫个106年到108年接受高层次超音波的检查，大约有3%有发现先天性的异常，需要后续的追踪加产后治疗。不过因为该项的检查是属于一般自费，检查时还是要甲医生做进一步的评估。台湾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对大陆寄来台湾已经13档的煮燕秋，因为思念故乡的料理，所以家己煮来食，嘛招待亲戚朋友。因为好食，大家拢鼓励伊开店，所以去年伊就甲翁婿做伙开一间麻辣干锅店，而且佮配合台湾人的口味，调整干锅的开口，更受到消费者欢迎。大火翻炒食材，搁家己自家制作新香料提味，一道四川风味的麻辣干锅就当烹调到。过来台湾13档的煮燕秋，因为怀念故乡味，较因为伫台南找无正统的四川料理来解乡愁。伫亲戚朋友鼓励之下，伫去年开了一间麻辣干锅店，
同时，为了顾及同乡以及台湾人的口味，伫店内佫推出各种风味的干锅，得到消费者的喜爱。你吃起来会有那种比较香辣的味道，对，口感还不错。麻辣烫是比较汤汁多一点啊，但是这个是因为干锅的话，它是把那个浓缩啊，把整个那个香味浓缩在里面，而且这样辣辣的还蛮好吃的。嫁来台湾10几年，特别怀念那个家乡道地的干锅的口味。到台湾这边也完全吃不到我想要的口味，就试着做一些尝试，去做一下变动，结合当地的食材，再加自己家乡的香料的特色，去结合一道很特别的干锅料理。亲朋好友来试吃看一看，大家反应都还不错。想说，这个正好家里有现有的店面，想直接做来给客人吃吃看。因为了解台南人的口味，朱燕秋特别调整料理的方式以及风味，就是希望会当满足到更侪经济的嘴。这家来说，它的面条算是炒得算有嚼劲，然后在麻跟辣的部分都算是刚好。有些店会太辣，要不然就是有些店它的麻的口感就没有出来这样子。对，觉得他们这个口味刚好适合台湾人。对，蛮适合的。对，台南当地的人的话，大家都喜欢偏甜的食材，偏甜的口味。想说把食材改良跟口味调整，改出来之后，客人反响口味还不错。有很多人不太喜欢吃纯炸的食材，所以我就突发奇想说，把一些蔬菜类的跟炸物类的、海鲜类的卤味全部相结合在一起，然后考虑到大家的口味去做调整。所以我们的干锅食材有分酱香完全不辣，针对一些不太能吃辣的客户，然后有香辣跟麻辣，口味都有从微辣开始到大辣，然后让不同口味的族群都可以吃到自己想吃的一道干锅料理。综合四川料理，佮加上台湾咸酥鸡以及卤味的做法，并改良调整为台湾人爱食的口味，互这间店的干锅料理不但食得到蔬菜鲜甜的食材，也食得到麻麻咸咸的口感，相当的特别。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接下来关心天气变化。马达是好天有时这份天气，温度20度到27度，白热好。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6级。感谢收看3位大黑中嘉台湾电影新闻，咱再会。